為我覺得嗰陣時會將入大學呢樣嘢諗得比較簡單咯。我會好好奇以後嘅自己係點樣樣咯。12年嘅教育入邊都係為咗即係呢張 cert 嘅啫嘛。就琴晚 OK 啊，瞓得着嘅，前晚瞓唔着咯。期待越大，失望越大，所以唔好俾咁多期望自己。可以唔緊張咩？6年不容易，尤其是你哋呢一屆。我兩個都有嘅，但係期待會多少少咯。1點咯，我1點瞓到嘅我。你想我誠實定唔誠實啊？咁你冇我不嬲早睡早起啊，10點鐘瞓覺，朝頭早6點半起身啊。我唔知喎，我想出成績咯。想食嘢。想食嘢。你唔係啱啱先食完咩？我想打邊爐啊！我覺得係睇翻你過去嗰1年你做過啲咩咯，即係有個成果係睇到咯。即係好嘅就叫成果啦，咁衰嘅就叫結果啦。我係期待多啲咯，但係我又好驚個成績出嚟會好差咯。我覺得會緊張都係因為咁講啦，12年嘅教育入邊都係為咗呢一份，即係呢張 cert 嘅啫嘛，都係為咗。咁你如果係今日已經就會決定你係咪功虧一簣嘅咯，所以會緊張一定嘅。咁但係你會期待都係啦，因為會唔會突然間會有啲好好嘅成績入到啲好好嘅大學咧？咁樣我唔知啊嘛。冇啊，冇瞓啊，通宵啊，你唔係啊。最理想係入到中大咯。我係 BU 歐洲研究，但係個分應該係唔夠嘅。最理想咁梗係入 U 啦，都係冇兩個方向。我自己就 BBA 同埋 Social Science 咯。1年後我做緊咩咧？其實講真，入到大學更加迷茫咗。當你追求一啲自由嘅時候咧，你係會覺得唔係好自由嘅。如果你唔行呢一步嘅話，你就會少咗好多嘢。